喂，你看看，这分明就是作弊，哪有1分钟涨300票的呀？这比赛要是比得这么没有诚信的话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你先别急，我马上就叫我哥们儿，还有我哥们儿亲戚全都给你投票。你看这票增长的速度，一看就是机器刷的，人手哪刷得过去啊？咱们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就跟平台投诉。有人作弊都没有查出来，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？韩总，是这次的比赛，如果按投票赛制来说，需要人气进入前50名才能进入复赛环节。但如果投票机制不公平的话，举办这次比赛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我建议立刻改成实名制投票，重新计算票数。喂，张岩。青青，你快看大赛页面，票数变了。哦，好。什么情况？投个票都要实名制？搞这么麻烦，每个人每天还只能投1票。不过这样对作者比较公平吧？严防水军刷票，挺好啊。喂，青青，你有作品入围，怎么不告诉我们？要不是顾总，我们还不知道呢。顾总跟顾总有什么关系啊？昨晚顾总让让川哥联系平台，说有作弊现象，让他们彻查。结果今天一早，平台韩总打电话到公司，问公司是不是有参赛作品。我们去平台一看，这才看到你的笔名。哎，明眼人都知道，顾总啊，这是在霸气护妻呀！咱星云的人怎么能不给你点赞啊？这不，全公司的人都在帮你投票。对啊，青青，对啊，我都帮你投票呢。那替我谢谢大家，改天我请大家喝奶茶。好嘞。我听星云的人说，我参加的那个比赛是你帮忙解决了作弊的问题。我只是偶然看到，机器投票对参赛者本来就不公平，这是比赛的漏洞。我还听说你号召公司的同事一起帮我投票，我真的非常感谢你。你的作品得奖，对公司来说也是一种荣誉，毕竟你也算是半个幸运人吧。总之，我还是非常感谢你。我听说你在英奇为了帮我说话，得罪了何总，还丢了工作。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。要是没有丢了工作的话，我就不会有时间修改我的作品，我也就没有机会进入50强啦。我看过你的作品，其实你的水准在参赛者里也是数1数2的。如果因为作弊的原因耽误你的名次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真的吗？你真的这么认为啊？真的。你这个人，我现在越来越发现，还真的挺好的嘛，有正义感，有眼光，还对朋友这么仗义。你把我当朋友？你要不这么认为的话，就算我单方面的吧。你还是我最敬重的甲方。那还是朋友吧。朋友。谢谢啦，朋友。